亲爱兄弟姊妹，甲线上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请咱将手机摕出来。手机大家拢摕出来。手机请摕出来。来，咱将手机甲关静音，也是要甲关掉。咱就要开始。今仔欢迎咱在场的兄弟姊妹，甲线上的这兄弟姊妹来参与伫这个礼拜，请走角。上主求你听我讲，知我的苦情。我的王，我的上帝求你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对你祈祷。上主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早起时我对你恳求，搁听候，因为你毋是喜爱罪恶的上帝，邪恶你袂容允。骄傲的人袂当徛起伫你的面前，做歹的人拢是你所怨恨。讲白贼，你要灭因。歹人甲奸诈的，拢是上主所厌恶。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我心存敬畏，伫你圣殿敬拜。咱即时来学了上帝，献归圣诗281首，圣诗281。
请起来手转手。上帝之是临在，来给当心敬拜，地主民间恳献福塞。上帝的圣殿来，带给天前敬拜。心肝全意虔虔敬拜，多一敬拜上帝，心口里面挂爱，阿罗里高万代，上帝永远存在。大金大石河海，万世万族为你敬拜。现在现在现在，因闻祷告天爱。天使圣道君将福塞，君救主阿罗听，万所言必必声，为阿罗的尊名，君救万福万头。请起我心焦陶，即可相助主必等老。请求现在教教，法力灿烂荣耀。呼唤阿罗祷告北道，圣洁高阳湾，万国的主临高，万里相会水涛。请咱游玩徛着这是来读许多圣经来做咱信仰告别。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他这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来，请坐。咱只是来读课英文。咱只是要读的课英文是伫圣诗后壁第29篇，也就是诗篇119篇。我读一句，咱来读一句。行为无通指责。这款人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这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祈求你。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
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你的到这为止。咱即时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阮的爸上帝，阮这受赎的囝儿，大家欢喜聚集伫你的面前，甚至线顶来收看今仔日的敬拜。是吧？阮这个欲将战争当地发生，虽然已经久，总是有起有落，互阮心也会着跳。总是阮爱注意阮家己的个人的卫生，就是时时爱挂喙安。阮即时也要祈求爸上帝照顾阮教会所有遮兄弟姊妹，有诶伫病榻中，有诶伫因生活顶面，无论是婚姻、家庭、职业种种诶难处，拢要祈求上帝你照顾，带领因伫日子当中，拢用我靠你来克赢一切。当阮今仔日真欢喜来到伫圣殿的所在，有咱台南新学院的这张哲翰新学生要来为阮回答上帝你的话，祈求爸上帝，互阮拍开心门来接纳上帝你，伫阮永远徛起，伫阮心内做王。当要开始的时阵，咱来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掀开圣经，今仔日看圣经有两位，一位是马太福音15章16节到20节。马太福音15章16节到20节。16节，伊就讲：恁也犹久袂晓悟吗？兼袂晓得，囝若对喙入的，落伫腹肚，来放伫册池啊！若是对喙出的，对心内发出，则袂互人误会。19节，因为对心发出歹念头、形象、奸淫、私通、偷窃、滥杀、干净、放毒，这是互人误会。若是无洗手来食，袂互人误会。咱阁有一位的圣经记载伫箴言4章23节，箴言4章23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咱即时要请圣歌队来学了，因为诗歌是圣哉圣哉，拥戴我主为王。那因献诗了后，要请新学生张泽汉来为咱证道。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通过学校的车牌，到伫桃园教会来大家请安。伫咱分享信息的台声，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听堂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会当互阮伫清早起来到你的面前，开阮的嘴，学罗敬拜你。求主你亲自来到阮的中间，会当甲阮三甲组织。也求主你赏赐圣神运行伫阮的四围，会当安静阮的心，互阮独独领受你的话语，对你遐得到你恩典甲帮助。阮将时间分别做成交伫你的手，也恳求主你保守甲带领。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咱每一届来到主的面头前学习上帝话的时阵，会发现。圣经的话语，毋那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也毋那是基督信仰的册尔。做做时阵，话语的奥妙，真做咱生活最的帮助。伫创世纪内底，上帝记载，咱着做人，亲像咱的相，照咱的款，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精星，甲全地，以及地上得白的汤拖。上帝就创造人，亲像伊家己的想，照上帝的想创造伊，创造因男的女的。咱看见这段经节，拢真熟。咱拢知影，上帝将伊创造的产业交互咱来管理。毋过，咱常常袂记一件代志，就是咱。也是伊所创造的，所以咱也应该爱管理咱外在的形象，特别是上帝看咱做伊心肝宝贝，所以伊用伊的形象来纪念咱。所以咱每一个人的形象拢真特别，所以请咱来看咱周围的兄弟姊妹，是毋是拢充满上帝的恩典、奇妙甲创意？既然咱受委托来管理受造物，咱也无得袂记得上帝有咱的形象伫咱的面容顶悬，所以咱若是管理好咱的形象，就等于是咱咧荣耀咱的天父上帝。特别咱爱注意咱任何外在的状态，包括咱的外表、咱的行为、咱讲话，搁有咱的气质。这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伫圣经常常提醒咱，就爱分别做成，对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就是咱就甲一般非信徒做出无共款的差别。保罗也十分重视这个观点，所以伊常常来甲提摩太讲述这个教导。特别伫伊所写的批顶悬讲到即句话，就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神的人的模样。伫即个所在，保罗毋是照伊想出来的重点写伫批顶悬，是照伊了解的上帝，甲上帝所藏的奥妙。来提摩太分享，咱会当看见这个经节，是对讲话、对伫行做、伫听、伫信、伫清气。咱会当看到这个经节对咱的外表
豆豆啊侵入到咱的内面。所以，咱通看见，伫上尾即点，伫清气顶悬，是上帝看做上重要的所在。即个清气，毋是咧讲咱将咱的心摒扫就好。即个清气伫原文顶悬，是咧讲述咱的心爱无任何歹念头，爱无任何罪来污染咱的心。所以有一句华语的话叫做"相由心生"，这个话是咧讲述咱人的心态，会决定咱怎样来看每一件代志。毋过到伫即摆，即句话煞有一个新的解说，是咧讲咱的心态会影响着咱人的面容。所以咱通看见，伫咱身躯边，若是有一个充满喜乐的兄弟姊妹，咱若看见伊，就会发现伊的面容拢在发光，讲话拢是笑的，咱就会足爱甲伊斗阵。毋过咱身躯边也会有一寡姊妹兄弟，会有忧郁症，伊的心充满侪的艰苦，侪歹念头，侪的悲伤甲伤害，所以，互伊时常拢沉沦伫安尼歹的情处境内底，也造成伊的面容一天比一天那消沉。所以对这点，咱会当知影，咱人的心怎样，咱的外在就会怎样。耶稣也伫伊的教导内底提醒咱，歹人，好人对所积聚的好来发出即个好，歹人对所积聚的歹来发出即个歹。所以耶稣伫即个所在咧讲述，咱心内是甚物款，咱外在的行为就会有甚物款。所以咱每一工拢爱去思想、去反省，你今仔日的行为内底是毋是你有歹念头伫你的心内？咱就爱每日甲咱的主来忏悔、来认罪、来悔改。所以咱对这点会当反过来看，就是你有甚物款的外在，你有甚物款的讲话，你有甚物款的行做，反映着你的心是存甚物款的歹念头。所以圣经讲了无毋对，你伫细件的代志顶悬忠心，你伫大项的代志嘛会忠心，因为所有代志的源头是在伫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忠心，你伫万事顶悬就会忠心。你的心若是贪，你伫万事顶悬嘛是贪。所以对这点，咱会当了解到心的重要，影响着咱规个人整个的外在，包括伫你的行做、你的讲话、你的气质，连你的面容，拢甲咱的心有侪的关系。所以上帝切看重咱的心。我会记得伫即摆主日学，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暂停真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了后开始主日学，一开始敢若有几个囡仔，其中有一个囡仔，互我印象真深。伊真爱来甲主日学，看我带这个囡仔来跳舞。因为进前我还未来到这间教会进前，因拢敢若是唱歌尔。啊，伊看到有一个新的老师会当带伊来做无共款的舞蹈，所以伊就真欢喜，每一礼拜拢期待来到主日学。有一摆，伊就将一个纸杯甲伊加一半，啊，伫内底有诶几若个图，啊，怎摕来互我讲，老师，多谢你每一摆拢带我跳舞。这个行为，在伫过去的我诶时，会感觉这件代志无甚物，甚至是当伊厝了后，我就会将这个纸杯当作粪扫抌掉。毋过回过头来看，伫我经过信仰的造就，我豆豆会当去思想，当我搁较深来认捌上帝的时阵，我就会搁听
身躯的兄弟姊妹。当我疼身躯的兄弟姊妹的时阵，我会当搁较深来认捌我的上帝。也通过这件代志，咱会当了解相款的物件，实在伫咱甲即个人有啥物款的亲密的关系，咱就会用啥物款的眼光来看重即个人，也是即个物。即个重点就是，咱会看咱甲人之间的关系有偌亲密，来影响咱看即件代志是偌重要。所以圣经大概拢咧甲咱提醒，上帝对咱的疼是偌深。箴言4章23节安尼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源头。所以整个的圣经拢咧提醒咱，着爱保守咱的心，着爱保守咱的心，是安怎是重要？因为上帝诚做咱的天父，常常会知影什么物件是会伤害到咱的。彼得前书伫第5章第8节这个所在有记录，伊讲：着节制，着警醒，恁的对敌就是魔鬼。亲像吼会使，四界行，得找所通吞食的。所以魔鬼四界得找会当互伊掠走、递到吞食的人。毋过当伊咧找遮的人的时，需要注意啥物呢？就是注意有啥物人是离开上帝，就是伊闹交的人。当伊看到这个人，伊就会将伊掠到伊的身躯边，互伊离开上帝。我相信在座逐个人拢真疼家己的囝儿，家己的金孙，所以当咱的囡仔细汉的时，咱常常会甲伊教导，提醒一件代志，就是你毋通离开妈妈，还是爸爸，还是你阿嬷的身躯边，你爱常常甲你的眼光、甲你的心。放伫我的身上，无哦，你会去互歹人掠去，对无？所以，咱会安尼看重咱的囡仔，也亲像天父咧看重咱，因为咱拢是通过天父的形象来创造的囝儿，会当想象天父是用偌深的疼来疼咱，因为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帝看做重要的，这个重要。是有偌深？圣经安尼甲咱讲，这个重要爱赢过拢总的一切，爱赢过世上所有的受造物，甚至是你所看重最重的物件。你爱看重上帝，赢过你的囡仔；你爱看重上帝，赢过你的父母；你爱看重上帝，赢过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钱财、你的成绩、你的性命，因为耶稣捌甲人讲，着咱赢着全世界，毋过失去性命，有啥物路用？因为咱拢知，独活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咱才有性命的源头。所以咱怎样去思想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影响着咱看家己做啥物。我会记得我的阿公已经过身真侪年，毋过伊细汉的时，伊饲真侪动物，有鱼啊，有狗啊，有乌龟，有碰鼠，甚至嘛有饲过狗。毋过伊甲遮个动物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嘛袂抵到遮个动物有出现亲像人的行为，亲像人的文化甲讲话。所以咱通知影。无论安怎样，这动物只有会认同家己做啥物款，袂因为因甲咱的关系，互因改变因的行为。所以以前有一部电影，有一部卡通叫做《泰山》。这个故事是咧讲述一个囡仔细汉伫篮仔内底大汉，伊互狗带互大汉，伊完全无甲人
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伊大汉了后，伊无任何的文化，伊袂晓讲话，甚至是伊的行为，就亲像狗共款。所以咱对这件代志会当了解，人甲外在互动的关系，会影响到咱对家己身份的认同。所以伫即遮有3点要甲大家分享。上帝创造人了后，将人放的所在，第一个所在就是伫家庭内底。所以有一个侪研究拢伫讲述，当囡仔大汉进前，像国小进前，所有咱甲父母的教导、的教示，咱甲伊的关系，对伊会有真深的影响。你若是定恐吓你的囝，大汉了后，伊就会无相信人。你若是定甲伊拍，甲伊恐吓，甲伊威胁，伊大汉了后，啥物都会拢惊。毋过，当伊伫信仰的教导内底，伫真理的教示内底，大汉了后，伊会成做一个真健康的人。伊做啥物，拢会看做是恩典甲赏赐，凡事拢会献上感谢。当这个囡仔豆大汉了后，伊会侪身份出现。伊诚做学生，知影家己应该学习；伊诚做一个社会工作者，伫无共款的所在，伊就因为伊无共款的身份，知影应该爱做啥物。慢慢这个囡仔会结婚，伊会诚做别人的翁、别人的某，伊就知影伊爱听伊的牵手，因为对方是伊肉内底的肉，骨中间的骨。豆豆伊会有囡仔，伊会有老爸老母的身份，伊就知影爱用好的传承来养饲这个囡仔，因为伊对家己的身份有一个认捌，有一个认同。说来第3个是你怎样看你家己，你就会互家己成做什么款的人。会记得我前伫外口工作的时，我有一个主管，伊常常会为着要教示我，就甲我找到伊的面头前，甲我侮辱1点钟，用你会当想象无共款的言语来甲我侮辱。伊讲，伊是看着我，想要将我的心起造甲作用的，所以伊用安尼款的方式来起造我。毋过伫即中间，我听着伊讲我无路用，我无才能，我就豆豆对家己失去信心。伫即中间，我豆豆失去我家己。后来我怎离开即间公司，换别个头路。到新的头路的时，即个环境真好，每一个人拢对你有一个真好的肯定。哇，你今仔日有进步哦！哇，你做即件代志真好。你的想法哪会遮特别？我爱你学习。豆豆我的信心就慢慢建立起来。所以咱就知，圣经定定来讲，基督徒就爱讲起造人的话，毋通讲毁坏人的话，也是安尼。所以圣经今仔日的经节讲，恁还未晓悟吗？敢未晓得，既若入喙的是落伫腹肚，放伫便所；独对喙出的，是对心内发出，才会互人误会。因为这个念头出伫歹，形象、奸淫、私通、偷窃、懒散感情、放惰，这个是互人误会。但毋过无洗手来食，袂互人误会。今仔日经节毋是要甲大家讨论犹太人怎样看清气这件代志，是要将眼光看伫耶稣讲述的这件代志。因为伊知，当伊顶十字架之前，每一个人心中犹原有对亚当来的罪恶传到担，所以每一个人心中犹原有一个罪，互咱有软弱
来犯做互上帝看做歹的代志。伫遮整个讲的代志，拢反映伫10条诫内底，对第5诫到第10诫。因为咱每一个人就是有软者，才对咱的软者发出遮的罪甲歹念头。所以上帝常常咧提醒咱，就爱看重咱的心，毋通抵到咱犯罪，离开伊的身躯边，互撒旦有机会来将咱吞噬。伫创世纪，该隐犯罪之前，上帝提醒讲：你若行好，减无得着干立；若无行好，罪孽埋伏伫门口，伊必然目你，伊要管辖你。所以每一日，咱拢甲罪真亲近，因为伊就伫门口听候咱犯罪，互撒旦会当掠条即个罪挂，伫上帝面前控告咱的罪，然后将咱带离开上帝的身躯边。所以，不管是咱讲话误会人，也是互人误会的，拢会伫心内有歹念头，有伤害，互咱慢慢离开上帝的身躯边。所以，咱的心有甲基督三角地地无，互咱有无共款的眼光。当咱活伫基督的内底，就会当创造新的世界。伫神学院内底有侪课真趣味，其中一节课互我真有印象。教授每晚看一部电影，叫做《刺激1995》，是咧讲述一个企业家，伊互人陷害坐家，伫监狱内底，伊受尽所有的压迫，受尽迫害，毋过伊白目放弃伊家己的心，伊犹原掠着伊自由的心，无互即个监狱甲伊毁坏。会记得伊做一件代志，就是每一日拢写一封批互政府，每一日拢写一封批互政府。一年了后，政府挡袂牢啊，怎甲伊回信讲：好，你的要求阮看见啊，所以阮寄遮的二手书来伫监狱内底，互你设立一间图书馆，会当互你伫遮学习，会当互你的心因为财目得到自由。伫即中间也有唱片甲放映器，所以这个男主角啊，伊就想一个办法，将关监狱的人员甲伊骗去便所内底，甲关起来。然后伊就伫播放广播内底，甲放一首歌。放这首歌了后伊的监狱的中官伊就足生气的。伊讲，哪有人会当侵犯伊的官兵啦？怎甲伊关伫禁闭内底1个月？当男主角放出来了后，伊边仔的朋友怎甲伊问讲：你谁哪遐戆啦？你谁哪为着一条音乐，怎互家己横关1个月啊？毋过，即个男主角讲，就算讲我身躯边所有的物件拢互人摕去，毋过音乐却伫我的心内底，永远拢袂互人摕走。所以咱会当知影，男主角甲伊身躯边的朋友，因为伊心的角度无共款，所以伊的世界就甲别人无共款。咱会通常常来思想，毋管咱是第一代信徒也好，也是咱是最大的信徒也好，伫咱信仰生命的中间，总是会拄着患难的时阵。毋过伫怎样的患难中间，咱拢是倚靠上帝的话语来帮助咱搬过这困难。因为咱知有耶稣基督甲咱三角地地，互咱的心永远有一个喜乐甲愿望。这也是咱甲这个非信徒，因为同款的事件会当看出咱分别罪性的态度。当咱了解耶稣基督
掠调咱的心，互咱的心有改变的时，咱就要知影，咱的心内的世界已经无共款啊。所以咱过去因为即个世界的影响，咱以家己做家己世界的中心来活。毋过当咱认捌耶稣基督做咱生命的救主了后，咱已经将遮个拢放弃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伫咱生命内底，互咱有一个新的世界。即个世界是大佮宽的世界，赢过伫外口拢总的一切。所以咱毋通看轻福音的气力。当咱看见咱身躯边遐个未信主的人，咱会当因来传福音，因为小小的行为，就会当改变因生命的眼界，会当互因的生命，因为认捌耶稣基督做因生命的救主，互因规个人拢无共款。咱拢知影，圣神伫咱生命内底动工进前，咱的家庭塑造咱，咱无共款的身份塑造咱，咱思想家己做啥物款的念头塑造咱。有当时是一个真歹的状况，有当时也是一个无起色的状况。毋过我相信，过去的咱，甲上帝原本定义互咱的形象各有一段距离。因为咱拢知影，咱伫即个世界生活真久啊，咱互即个世界所影响，变做即个世界的款式。圣经安尼讲，万物对道来创造，既若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基督有侪侪的创意，也有丰盛的恩典，所以耶稣道成肉体进前，耶稣道成肉体了后，到伫伊传道进前，伊拢是对伫伊的老爸约瑟的身躯边，做一个木匠。伊将每一项插头雕刻做无共款的款式，也就是讲，咱经过世界塑造，变做无共款的形象。毋过通过咱认捌耶稣基督做咱生命救主的时，圣神已经伫咱生命内底动工。通过每一届的课题，每一届的患难，每一届的跋倒，耶稣基督已经亲像木匠共款，豆豆啊，将咱雕刻做伊原本要互咱的美好的形象。所以咱就知，上主已经掌管伫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通过无共款的教导，通过话语，甲话语内底奥妙，咱豆豆啊，甲伊结连，咱豆豆啊挖滚伊，也将咱的心看做重要，也将咱甲上主的关系看做重要。所以咱就爱常常上主献上感谢，因为伊为着要纪念咱大家兄弟姊妹，伊用伊的款式来成做咱的款式，互咱自出世就有无共款的价值。咱的价值毋是对社会，毋是对你的身份，毋是对金钱来定义，独是通过天父上帝怎样看待咱，来定义咱是怎样的宝贝。因为咱伫伊的眼中，就是看做至悬、至好，比天使搁较细一寡尔。既然上帝纪念咱，咱就爱保守咱的心，赢过拢总的一切。因为伊知影，当咱将咱一生放伫伊的带领内底时，咱的生命伫落尾就会结出侪侪美丽的果子。耶稣讲，安尼既若好树，就结好的果子；歹树结歹的果子。好树
袂结歹的果子，歹树袂出结好的果子。既若树无结好的果子的，就扑伊，将伊落伫火。因为上主要通过咱结的果子来看咱是毋是属伫伊。若是咱的心中常常犯罪，无清气，智狗有歹念头，有凶杀、奸淫、偷摕、做歹的感情，也是诽谤，互咱诚做不悔人的人，咱就甲基督无任何的缘分。所以咱就保守咱的心，因为心会影响咱的思考，咱的思考会有无共款的行做，咱会行做会变做无共款的习惯，这个习惯会影响咱一生路尾的果效。所以咱就建立好的心态，保守咱的心，才通伫生命的路站得到上帝上大的恩典。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听我的爸上帝，我感谢你，会当得到你满满的恩典甲疼痛，互阮会当用阮的形象来荣耀你，也求主你纪念阮，阮有侪侪软弱的所在，会抵到伫生活每一个中间，无细字犯着罪，得失着你，求主你会当有丰盛的怜悯。赦免阮拢总的罪过，互阮每一个时拢会当挖滚你、亲近你，袂互撒旦有任何的机会将阮吞食。阮也将阮全心全人交伫你的手，求主你亲自来看顾甲带领，也求主你的恩典祝福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过分别做成的生活。阮当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多谢新学生为咱讲到这个心的这个真要紧的问题吼，多谢。咱这是过来吟圣诗第171首《上帝所赐活命》。听起来吟。上帝所赐活命，为何我心勇行？我为听你所爱听，也行你所爱行。上帝赐活命，为何我心偏去？我为你谈你旨意，所行照你之心。上帝所赐活命，为地满我心内。我为家里所爱家，真正苦的主宰。上帝所赐活命，我为定我，不能客气的你形象，罗里面无煞。请坐，咱继续来奉献。请。来，咱继续来请这个穆桂英甲柯明哲两位技术来出演。
较济。即是我来报告。伫要报告的头先，咱先来读金句。今仔金句是记载《箴言》第4章23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请咱读2摆。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箴言4章23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箴言4章23节。我来报告，请先开酒杯第一面。伫第一面有澳洲的这事项，请咱家己来看，安排咱的时间来付。咱第2页有写咱真多的这个服饰聚会，请咱大家经家己的时间来配合。伫第3页所在有各小组大岛的事项，望咱会当尽量关心这平家庭有问题，也是讲因身躯袂病痛吼，兄弟来为因代祷。伫第4页才有这个奉献的项目，望你看了，如果有啥问题来向中就来更正。消息甲报告。今仔日咱真欢迎新学生来伫咱中间来做见证，也是会使讲甲咱从圣经要紧的话来甲咱传告。请咱今仔为着这个台南新学院来奉献代祷。咱即时请呢迄个咱组织长老来颁发这个奖学金，予这位新学生。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伫这个台南新学院啊，今仔是纪念主日，咱有特别为了这个影片，互大家来参观。你们介绍一下，好。等下要介绍以前，咱先看这个影片了以后，我再来做介绍，谢谢。过来。我看影片。这鸡卵树100几吨啊，有可能巴克利牧师徛伫遮时，这丛树啊就有啊，安尼100多吨啊吼。咱那行吼，巴克利牧师较早就带这间，这就较早风台啦损害去所以无法度拆掉。好，这间是足大间，哦，安尼，是足大间，嘿，来，入用长老，行好哦。较早的院长黄宗辉牧师，佮较早伫遮教册信仰前辈去全世界募款，才有起遮厝。这嘛是较早是宣教师去募款，才来买一块地，所以这是这足伟大，互咱少年吼，实在无简单吼。新学院吼，佮咧栽培遮的少年人，以后人要做牧师啦，真好的新学院的教育。欢迎咱来多谢咱伫这个所在做义工，做足久啊吼，几十吨啊。咱拢知影人老年岁了后伊会要享受，会要过伊安静的生活，无一定伊会愿意行出来。总是这个93岁的这个乳香长老吼，伊嘛用伊的心来奉献，来做义工，来寄刊物，来伫遮包遮的要寄出去的这个物件。望咱也讲，咱会通收到这个刊物的是会通孝念这个义工，人90几岁啊，佮愿意伫遮做上帝的工，一世人安尼欢欢喜喜喜乐的心，这是通欢喜的代志，通感谢的代志。快点，上课了！来了！你教会时的报告写的怎么样啊？写的差不多啊，我超喜欢这堂课。我都还没写。
要上什么？好，快点，我们剩3分钟了。林静姐，我来。哇，真的好久不见哦。哦，好，谢谢。最近都在做什么啊？在忙着上课啊。伫宿舍内底无代无志就搭2句啊，下早要早倒啊，佮提早要迟倒啊，爱较紧呢。所以像阮有一寡同学啊，伫伊的身躯面顶有一寡较不足的所在，毋过大家嘛是足热心的，互相来甲伊帮衬安尼。我感觉伫咱遮的学习是足直接的，若嘛是会真正来直接来影响阮的生命的。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牧者的一个特色。伫新学教育受装备了后，会当去到伫社会，也是讲伫教会，会当精进好的精进，会当落实，甚至会当人讲学的甲用的，拢会当连结，这是真要紧的一项事。我期待讲，我未来会当成做一个甲会友、成做朋友的一个牧者，嘛会当成做一个带来有活泼、有活力的信仰的人。希望就是将以前过去所学的一个农业背景的知识，结合到现在所学的社工，将来在牧会的时候可以帮助部落的发展。感谢大家为我带到教会帮站。互我伫台南城医通来学习，通来生活，这是靠着一个人无法度完成的。来，我继续来报告吼。我来颁奖学金。颁奖 OK。好，咱继续为咱神为因栽培遮好优秀的牧者来牧养教会，所以咱继续来关心，也为因来奉献咱的教会有对这个台湾3间神学院啦，台神玉山甲这个南神有特别有这个奖学金，每年都拢有啦。今年因这学校有推荐全校上较优秀的，伊的品德甲学问拢是上好的伫咱的中间，张泽汉弟兄伫咱中间，先感谢上帝，遮优秀的人伫咱分享今仔日早起的信息。我特别代表教会牧师今仔去中立，所以我代表教会有将这个奖学金来颁发给这个张泽汉兄弟我继续来报。介绍新来的朋友今仔日咱真欢迎，这平安园的经理方东山牧师，甲这个团福会，甲平安基金会执行长林恩珍长老伫咱的中间因真辛苦，伫台北赶来咱中间，今仔中昼要甲这个小会员来座谈愿上帝赐福因今仔敢有新来的朋友也无？若无对你身躯边的兄弟甲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平安。好，咱还阁有未报告了呀？来，下晡伫礼拜外的时阵得胜者有要做备课的动作请咱遮职工拢爱出席
过来传道部甲即个礼拜调整委员会伫中昼12点，伫701个教室要召开吼。请牧师、部员、青年、圣歌队、敬拜团、关怀部、教育部、主日学、行政部拢爱出席，有备办中餐啦吼。迄个今仔日有联合金诶审查会伫12点，702个教室召开，请审查委员爱出席。后主日财务部要伫中昼12点701个教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消息来报告，咱小会诶消息就是讲，即马疫情搁在继续当中吼，望咱爱遵照讲，随时拢爱挂手绢、喙绢，然后量体温、消毒咱的双手，去到倒位拢爱用这实验者来做登记。那么伫教会消息方面，咱教会有举办这专年读经到3月底截止，爱一本圣经拢读完吼。有人有读，搁有写笔记的吼，请你伫3月31以前，甲这笔记摕到办公室互干事。你有读了的，会当领到2本属灵的书籍啦吼，会册。若无写笔记，总是有读了，我那会使伫公告栏顶面写你的名，会当得到一本属灵的册啦吼。第二，咱教会预定伫4月要开设线顶的这查经班吼，查经的所在是路加福音的导读，由咱吴牧师来主理。开课时间是伫4月12啦吼。拢伫拜二的上午10点到11点的时阵啦哈。若要参加这个读经班哦，会当加入这 line 吼。第三，这个4月到6月新安公已经来，请咱去办公室来领取。具体的消息，本会老员5姊妹就是孟桂英的妈妈，咱思琴孟桂英的妈妈吼，因为这个阿嬷，是阿嬷。那因为这个胃肠粘连哦，即马伫迄个做圣保罗迄个已经手术好，手术好啊嘛，手术好啊，请咱关心大道啦吼。过来本会这陈幼兰姊妹，就是詹美芬的妈妈，因为胃肠发炎吼，搁有几啊项病症，即马伫医治。病院伫医疗，请咱关心来大道。教界消息，德中商联部北区的医学讲座吼，要伫3月24 9点半来进行，伫丰温教会啦吼。这费用是100块，当时你若要参加吼，敢若爱登记，甲即个简秀竹甲陈瑞香姊妹来徛互看者啦，较知影要甲送报名。两位有伫个无？有徛起来，互看者吼。这位就是简秀竹执事啦吼。你若要参加，就甲报名吼。后来过来就是教会有有要办一个即个做学习营吼，请咱即个教会同工吼，引领会当来参加这引领伊的这授训吼。这报名是单程是200块啦吼。大道消息，请为咱病痛兄弟姊妹来大道吼。这伫些小组内底拢有记录哦，请咱家己看，家己祈祷。请为着咱教会的牧者、传道、中职、甲团契的首长服侍同工大道。为着咱乌克兰这个的战争来大道啦吼，希望这个会让紧来结束。总是咱若有这个捐款的这个做所在吼，希望咱家己看吼，发挥你的爱心啦吼。嘛为着咱世界和平，甲咱台湾，尤其台湾海峡这安全来大道，为着疫情来大道安尼吼。
即时，请咱过来吟派遣祝派遣的诗歌402首诗歌。请咱起立来吟。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好保护，假使我愿欠必是正，让我大日遵守你改变，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明。对退因拖是别人，这是我人生必切望。咱即时要请单独的长老来祝祷，请大家同心压头来祈祷。先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你呼召阮今仔早起时，来到圣殿，一只同心来敬拜你。也通过今仔日这神学生张泽汉兄弟，伊伫这中间，将你所教示阮的来分享，互阮大家，互阮知，阮来对阮的心开始来改变，互阮一世人来跟对你，来得到你的欢喜，特别是对心来造新，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伫基督内面来成做一个新人，我们感谢你，阮恳求你。将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永远刻掉伫我的心内。互阮所行所做一切，拢亲像上帝伫地上你所教示阮的道理来行出来。感谢你，愿天父上帝听从，圣子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神的相通，甲阮众兄弟姊妹三合一的，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乐甲密祷。
请咱起立吼，向咱边仔的人来给请教平安吼，过来就是袂当握手嘛吼，愿咱大家平安，后礼拜搁见面，上帝赐福。